2026年3月12日，伊朗喺霍爾木茲海峽佈置水雷，中共有一半化石燃料進口依賴呢條水道。習近平可謂自作自受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3月11日，伊朗開始喺霍爾木茲海峽佈設水雷，呢條係非常重要嘅能源通道。全球有20%嘅原油運輸需要經過呢條水道。伊朗現時水雷庫存估計擁有約6000枚左右，掃雷過程非常危險而且耗時，可能需要數個月之久。目前僅佈設數十枚水雷，屬於初步階段，並非大規模封鎖。伊朗仍然保有80%嘅布雷艇同小船能力。如果繼續，可能快速部署數百枚甚至更多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喺 Truth Social 發文強硬警告，若果伊朗布雷，必須立即清除，否則將會面臨前所未有嘅軍事後果。美軍會徹底摧毀任何試圖布雷嘅船隻。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公布影片，證實美軍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摧毀咗16艘伊朗布雷艦艇，並會持續打擊相關目標。油價又因此上漲，自作自受嘅中共，有一半化石燃料進口依賴呢條水道。習近平作惡多端，此乃因果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